上天！ 还有谁？我。姓乔的，我来跟你喝一碗。哎，昔日面对辽军，你临阵脱逃，凭什么跟我喝这碗酒？今日喝这绝交酒，是与众英雄的往日恩情一笔勾销。我跟你什么交情？
一起来吧！这坛酒，就是我与你们所有人绝交的酒。谁先来？那就我先来了。大家不要乱，散开！爹，你快回去，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，快找地方躲起来！ 爹，小娟，时隔护花来迟，切莫见怪。此人杀父杀母杀师。 就该毙了，大伙一块上！对，一起上！大师，方才我有一句言语极为失礼，望大师勿怪才好啊。说什么话失礼了？我先前言道，乔峰孤身一人进少林、出少林，诛杀玄苦大师，不仅毫发无伤，还掳去一位少林高僧。那便如何？乔峰武功之高，实事实上罕有其品。我此刻才知，他进少林、出少林，来去自如，原是极为难挡。哼，薛神医，你想考教少林派的功夫啊？大哥，也罢，再不出手，有人以为我们少林派无人的。
罪孽太深了，这一切就都算在我身上，那又如何？是你，公子爷，乔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来这儿冒险的，你一定要帮帮他。慕容复，你跟这位姑娘是何关系？这位姑娘是我家婢女，却不知为何跟乔峰勾在一起。而我慕容复这次前来，目的跟诸位英雄一致，就是要制服乔峰这恶贼。至于别的，我们以后再论。 盾王，人亡。今天我们受到奇耻大辱，我们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？乔峰，此辱来世必报。阿弥陀佛。 我杀了你！请问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？我问你们，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？你是契丹人，冷血无情的契丹人！ 小心！儿子，把那个女的
几位安好。几位前辈邀约乔某只身前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在下姓杜，今日我兄弟5人冒昧邀约乔大侠，是为了打听点事情。但说无妨。不知乔大侠对玄苦大师、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、丐帮徐长老、单正的死有何看法？他们几人并非在下所杀，他们不愿意说出带头大哥的姓名。在下确实使用了一些逼迫，可他们不畏生死，不出卖朋友。在下心中确实有几分佩服。至于是何人下的毒手，在下也想查个水落石出。乔大侠，我兄弟5人虽不愿意信你这一面之词，却也拿不出你行凶的罪证。不如这样吧，若乔大侠跟我们对上一掌，如若你一掌不输，我们便不再拦你去路。言重了。五位是前辈高人，在下一望即知。五位若同时出手，便能即刻取乔某性命。若几位前辈想出手指教，乔某武功低微，还请手下留情。威震天下的乔帮主武功低微，那世上还有何人武功高强？乔大侠，请。世人都知道这降龙18掌至刚至猛，然汪帮主生前却与在下提过，这降龙18掌是真力在于绵而不绝。这今天一试，果然不假。佩服，佩服！击杀玄苦的那一掌，凶狠霸道。或许真不是乔峰所为。领教天下第一掌的良机，千载难逢，望乔大侠不吝赐教。人称北乔峰，当世武功第一。今日领教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拜服之至。三位前辈，言重了，今蒙指教，此生不忘。
你厉害，你的标签更厉害，多谢你帮我。我文言阿骨打，我萧峰，萧峰，契丹，文言阿骨打，女真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他伤得很重，我到这儿来，主要是为了给他找人参的。人参？哎呀，我这里有的是人参。 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真的，走，走吧。好。这两个人是我的朋友，这姑娘身体不好，你们把她扶到楼上，好好照看。山峰兄弟，他们会照顾她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已经让他们准备人参去了。好。哎呀，他可不，哎呦，山峰兄弟，请跟我来吧。好。 萧峰兄弟，这就是我的部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王，大王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大王，你请坐，大王，请坐，大王，请，大王请，您请。兄弟们，这是我远方来的朋友，他的功夫十分了得，一掌就打死了一只熊，是大英雄，萧峰兄弟，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们，他们非常佩服你呀。 哈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兄弟，今天要痛痛快快的喝酒。好，来，干！萧大侠，好了，请进吧。多谢了，多谢。
我觉得我跟阿紫还是去别的营帐去住吧，这是你的地方。哎，你就不要那么客气了嘛。你跟阿紫就住在这里，你们是我的客人嘛。可你是全部落的首领啊！别这样，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 你们干什么去啊？到北山岭打熊去，一起去吧。好啊，我正想活动活动呢。哎，去那边看看。没有啊。哎，到那边。啊，这边没有。这边。熊经常在这一带出没，大家小心找。走，走，我们几个走那边去，跟我走。看看。 你们看，这树皮很可能是熊抓的，顺着这儿找。好，这边你们几个走，小心点，分开找，分开。不像是啊，怎么看着接着往前找吧。是这个。哦，对。熊印啊，山峰。 快过来！你看，这就是熊印啊，那儿也是。熊就在前面，我们往前走。好，快走。新的人来了，大王快走！走啊！ 是兄弟，快走！是。你肯放我回去，我会送上黄金50两，白银500两，骏马30匹。你是契丹大贵人，
这样的赎金太少了吧？少兄弟，你让他再加10倍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我说的是黄金500两，白银5000两，骏马300匹。哼，黄金500两，白银5000两，骏马300匹。哼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大辽国这样富有，也不会将这区区小数放在眼里。主人，我只听你一人吩咐。哼，少兄弟，你问问他，他是辽国什么大官？主人，你一定要知道吗？少废话！哼！你要是不说，哎，此刀就是你的榜样。好本领，好功夫。今天见到像你这样的大英雄，我真是高兴。不过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看你是条汉子，我不在这里杀你。如果一刀把你给杀了，也未必心服。少兄弟，这人杀了可惜了，还不如留在这里收取赎金的好。我要和他比试一下。这里的风景这样好，我就是死在这里也不遗憾。小英雄，我可要动手了。等一等。怎么？你想和我空手比武吗？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看你是条汉子。今天我萧峰交你这个朋友，你自己回去吧。什么？我说我萧峰交你这个朋友，让你平安回家。你放我回去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回去可以将赎金再加10倍，送来给你。我把你当做朋友，你却不把我当做朋友。我萧峰是堂堂的汉子，怎么会贪图这些身外之物呢？是。多谢恩公饶命。哎，快清醒，快起来！我萧峰不杀朋友，也不受朋友跪拜。萧英雄，你口口声声当我是你的朋友，那我们就结拜，怎么样？好啊！我萧峰31岁，你呢？我耶律洪基，比你大13岁。那你以后就不能再叫我恩公了。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哎，兄弟，好兄弟，大哥。我萧峰，我耶律洪基，今天结为兄弟，不求同富贵，但求同生死。兄弟，大哥，兄弟，你姓萧，你倒跟我们契丹人一样。不瞒大哥说，小弟本来就是契丹人。果真如此，兄弟，你是我们契丹后族的族人。跟哥哥回去，共享富贵。多谢大哥美意啊！我萧峰穷日子过惯了，富日子是过不来的。如果有一天我想大哥了，我会去辽国找你的。那我就不勉强你了。大哥还是尽早回去吧。
兄弟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这。萧峰兄弟，哦，阿骨打，你怎么来了？看你去了那么久，怕你应付不过来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把他给放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他已经结拜为兄弟了。快点，来，快把它喝了。听话，来嘛，快点，来，哎，好，你们在这等会儿。是。萧兄弟，啊，外面有10几个契丹人给你送礼来了。萧大爷，哎，回来，把它喝完。我家主人自从和你分别以后，特别的想你，还特命小人给您送上薄礼，并请您前去叙旧。麻烦你了，快起来吧。告诉你家主人，我也很想念他。这些契丹文字我看不懂，不用看了。这薄礼是黄金5000两，白银5万两，锦缎1000匹，上等麦子1000担，肥牛1000头，肥羊5000头。此外还有一些衣服和首饰。你家主人送来的礼物高出100倍都不止啊！阿骨达，他们远道而来，旅途劳顿，能不能设宴款待他们一下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把最肥的牛羊宰了，招待他们。是，多谢萧大爷。对了，阿骨达，把这些礼物分散给你们部落的人吧。这不是送给你的吗？嗨，不要这么多金银干什么呀？有口酒喝就够了。大王，我们敬你。大王，来，萧大爷，好，我们也敬你啊。好，来，喝吧。来干啊，都干了，来，好，来吃肉了。好吃吗？小兄弟，好吃，多吃点。好。姐夫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轻松和快乐过。姐夫，你看，他们多亲密呀，总是成双成对的，而且还老是在一块儿不分开，就像爹、娘、姐姐、姐夫。姐夫，你又想我姐姐了吧？想，每天都在想。阿紫，我把你打伤了，你不会恨我吧？不恨，我怎么会恨姐夫呢？要不是你救了我的话，今天怎么还会有我呢？姐夫，我们来赛马吧。我想你肯定追不上我的。
不信我们俩试试。阿紫，你身子刚好，别胡闹啊！哎，这样，哎。 契丹人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哎，那不是你的自己人吗？怕什么啊？他们又不认识我，还是走吧。哎，那不是萧大爷吗？走。萧大爷，萧大爷。哎，他们认识你呀？萧大爷，萧大爷，真是太巧了。 在这遇见你，你是？我就是上次给你送礼物的那个人呐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你们这是？我们在狩猎。小大爷，请你跟我来，我们家主人呐，很想见见你。你家主人？那就是我大哥了。 萧大爷，我家主人正在等着你呢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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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果然是你啊！大哥，原来你是辽国的皇上。怎么，我不像吗？ 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哎，我们是兄弟，哪里来这么多规矩啊？快请起。这位就是弟妹吧？不是。她姐姐是我的，她姐姐死后，我一直照顾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叫阿紫，见过陛下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好兄弟，今天我们可要一醉方休啊！好。 我陪你，好，请走。再来。 姐夫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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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劲啊！好酒量。我的这位兄弟萧峰，是我们大辽国的第一英雄。论武功，天下无敌；论酒量，我看。 眼下我们帐中所有人加起来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来，小英雄，他不是第一。嗯，小妹妹，他不是第一，那谁是啊？这天下第一吗？当然是陛下您了。你想想，我姐夫的武功再高，他也是您的臣民，要听您的话，所以这天下第一英雄当然是陛下您了。 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萧兄弟，你的这位小妹妹可真是会说话呀！多谢陛下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封我姐夫做个大官，我也跟着沾沾光。啊，你说的很好，萧兄弟，我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官儿，你想做什么，尽管说吧。啊。 阿紫，你又胡闹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大哥，你要知道我生来就不是当官的料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你是想让我封你一个只管喝酒、不用做事的大官了？对，大哥。对，要封他这个，一定封他一个那样的官。
大哥，是不是出事了？集合兵马，走，快！小兄弟，云州城中发生兵变，我要立刻赶回去。过些日子，我再去看你。大哥，就让我跟你一起回去吧，也许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。好，我们一起赶回去。开拔！驾！驾！报！启禀皇上，南院大王作乱，占据皇宫，皇太后、皇后、王子、公主以及百官家眷都被他们抓走了。居然敢这样！报！报！又怎么了？讲！启禀皇上，南院大王已立皇太叔为帝，昭告天下。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您别担心，你有这么多的人马，咱们一起杀回去，杀他个干干净净的。小妹子，你不懂。皇太叔官居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手持兵符，可调兵马80万。可是我现在只有几万兵马，我们是寡不敌众啊！姐夫，我觉得你这个皇帝大哥看来不行了，他自己都快死了，你这大官也做不成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快跑吧！啊！我到这儿来又不是当大官的，现在他有难，我能离开他吗？姐夫，你真傻，他现在已经不是皇上了。我不管他是不是皇上，反正他是我大哥，他有难，我一定要帮他。小兄弟，恐怕这次回去我们是凶多吉少，你还是带着阿紫姑娘回女真部落吧。大哥，我是不会走的，我一定要留下来帮你。小兄弟，我真没有看错你。走。这样。
次抓住叛贼，一定碎尸万段，替您老人家出气。不许哭！放箭！放箭！把哭的都给我射死！快！儿啊，射得好，射得好！别管我，一定要剿灭叛贼，保住祖宗的基业呀！带下一批。走，快下去，走，快走，快，快走，快点！向新皇投降的，重重有赏；如果不投降，杀你们全家！不要杀我娘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射死他！回来！大哥，这是干什么？大势已去，我还做什么皇帝？你自己赶快带着阿紫姑娘走吧，我不能连累兄弟。大哥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保你杀回去，召集秀部，咱们东山再起嘛。我连我母亲都保护不住，还敢说什么大丈夫？我一败涂地，岂能东山再起？你赶紧走吧。那我就陪着大哥跟他们决一死战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大哥，好兄弟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。阿紫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请你帮我照顾阿紫，我这就回来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阿紫姑娘，姑娘，姐夫，阿紫姑娘，放箭！
的兵刃。好啊，姐夫！请皇上宽恕！请皇上宽恕！请皇上宽恕！姐夫万岁！皇上万万岁！姐夫，你刚才真厉害！罪臣向皇上请罪，求皇上开恩。押下去。是。从今天起，大辽国的第一英雄，我的义弟萧峰，就是新的楚王了。我们大辽国的南院大王。来，好，干！兄弟啊，你现在是南院大王了，应该坐镇云州，伺机进讨中原。做哥哥的虽然不愿意让你走，但是为了建功立业，你还是早日领兵南下吧。陛下，南征是件大事，非同小可。再说，萧峰是一介莽夫，真的不懂带兵打仗啊。大宋现在是太后当朝，重用司马光，朝政休明，无戏可成。这时候南征也确实早了点儿。啊，来，兄弟，啊，你到了云州，要时时刻刻把吞并南朝这件事放在心里。臣弟遵命。来啊。陛下，你放心好了，如果石药师敢不听你的话，我姐夫肯定会一掌打死他。啊！好，哎，小妹子，这做大官和打仗的道理可不大一样啊。自古以来，多用金银财宝收买奸细间谍，男人贪财、卑鄙无耻之徒多的是。你要让部下不惜财宝，多多的收买就好。哇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呀！这金银财宝啊，比我姐夫的武功还管用呢。皇上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聪明啊？阿紫啊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好，那我就赐你为端福郡主吧。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来，上酒。邪门武功，不是降龙十八掌。对，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是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用降龙十八掌，用歪门邪派的功夫丢我们丐帮人的脸。对，该用降龙十八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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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降龙十八掌。星宿神功比那降龙十八掌要强得多，你就用星宿神功，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！啊！
谁说星宿邪功能够胜过降龙十八掌？这招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这才是十八掌。姐夫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阿紫，让你受苦了，是姐夫不对。姓乔的，你中了老仙的仙术，不出10天，你就会全身化为脓血而亡，你信不信？对，对，了10天了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啊？你立即向老仙跪倒求饶，没准老仙还能饶你一条命。求饶吧，跪下吧！你放下阿紫姑娘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是丐帮帮主庄帮主。你已经拜入了星宿派的门下，怎么能再当我们丐帮的帮主啊？星宿派的弟子，我不要没有你这人！是你弄瞎了阿紫姑娘的眼睛，啊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我的眼睛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，你赶紧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，给我报仇！阿紫，大理段王爷，令爱千金在此。阿紫，阿紫，我带你去见你父母。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你们待会去，好好管教吧。阿紫，姐夫。这么说，这盲眼少女也是我父亲的女儿。哎呀，父亲呐，我又一个妹妹。大哥，你近来可好啊？好兄弟，
真是一言难尽呐！没想到在这里碰面啊！姓乔的，你杀了我兄弟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血债血偿！不要报仇！我小子，今天一定要除掉乔峰这个恶贼！除掉他！乔峰是气人狗贼，人人共诛之，不能让他活着下少室山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乔峰！兄弟啊，形势险恶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来，你先暂且退开，山高水长，咱们后会有期了啊！大哥，你记得节义师说过什么吗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大哥有难，做兄弟的岂能苟且偷生？兄弟这番心意，大哥十分感激。不过，这些人想要杀我，也没那么容易。小兄弟，你先回去吧。待会儿我再出手护着你，可不便应敌啊。哎，你不用护我的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不会杀我的。萧峰和咱们公子爷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英雄了得。我老冯有意助他一臂之力，跟中原这帮武人好好的干他一架。不错，果然让人佩服。我包不同也愿助他啊。表哥，这位萧大侠真是个英雄，咱们助他，南慕容、北乔峰联手力抗天下英豪，将来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。你们忘了，我慕容复的志愿是什么？咱们要以兴复大燕国为第一要任，岂能为了一个萧峰而得罪天下英雄呢？公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收揽人心，为我所用。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有如无物，故苏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就算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尽下一份微薄之力，虽死犹荣。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真是大慰平生啊！慕容公子，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趁人之危呢？再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我大哥还为你舍命开脱呢。段兄也想做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上来赐教吧。我是没这个本事的。不管你是姓萧还是姓乔，刚才老夫看你年轻，让你3招。告诉你，现在老夫可不让了啊！卑鄙！爹，快去救我姐夫啊！萧峰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，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们便来做个了断。我提出来了，他们是3个打1个呀！不要乱叫！不要乱叫，必要的时候爹会出手的。对。大哥，段公子，召集全司弟子戒备。萧峰这恶徒害死了玄苦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复，姓庄的丁老怪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！萧峰何惧？
萧大侠没受伤。拿酒来。是。来，大家拿酒，一起喝。来，给，好，来，给，进来，来，来，拿着。好兄弟，接着，哎。走！兄弟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不枉结义一场。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！来，来，等一等，大哥，三弟。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位英雄是，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。出家的时候叫虚竹，现在只怕还俗了。当初我们二人结义的时候，也把你拜进去了。二哥，快拜见大哥吧！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我死在顷刻，你不畏艰巨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子。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萧峰，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来，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一结金兰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对，今日我们三兄弟有难同当。两位好兄弟，这18位契丹武士对哥哥是忠心耿耿，我们素来相处是情同手足。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。痛饮一场，放手大杀。来。星宿老怪害死洛太师叔玄难大师，兄弟要找他报仇。哎，二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二弟的功夫果然不错呀。那是自然的。来的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哎。招招凶险，均攻对方要害，但姿势却如此美妙，简直就像舞蹈一样。好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，这样的舞路我从来没见过。哎，王姑娘，这是哪一门功夫啊？表哥小心！游龙引凤，表哥使这套功夫自然是不会败了。
萧大侠现在只是和这个庄帮主对攻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在大家面前丢尽了慕容家的名声吗？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幸福是大，名望是小。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这个中原武林大害，这武林盟主一喜，便非我莫属了。那时振臂一呼，大燕幸福有望。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危，他的眼睛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，往我身上看一眼的。阿紫。口声声说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人群之中受人保护，这算什么义气？反正左右是个死嘛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以凌波微步也能和慕容复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，先打退那个丑脸。 慕容公子，你和我大哥齐名，就该当和他1对1的对招，怎么让人相助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？来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。你若想活，就叫我100声亲爷爷。哼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真不害臊啊！啊，你叫不叫？表哥，不要！啊！三弟，你怎么不叫我100声亲爷爷呢？ 不要伤我儿子！你奶奶的！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。你打我师傅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 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，叫了你一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、2、3，大出3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奶！ 你是我师傅的老子，我要是骂
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悄悄地把你脑袋瓜子剪下来。表哥小心，这是大力断氏的一阳指，不可轻敌呀！主公，主公，扶我起来！侠义为先，你身为一帮帮主，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。三弟，你这6脉神剑尚未纯熟，不妨用一种剑法试试。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王姑娘，你出声帮一下公子爷吧。我的6脉神剑一窍都不通啊！三弟的剑法如此神奇，就换了是我也顶不过呀。阿主，你的担心，我现在明白了。
性命，你却反下毒手！哼！我萧峰大好男儿，却跟你这种小人齐名，杀你太丢人了！滚！表哥，你没事吧？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儿子？你有祖宗没有？自然有。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岂容你这无理言语？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就是你没有儿子。嘿嘿，大燕国当年慕容恪、慕容垂、慕容德，那是何等的英雄啊！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。承蒙高人指点，慕容复目光短浅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汉高祖有百等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。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荐一颗，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俗汉罢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光复大燕国？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